テスト、テスト。テスト、テスト。どうも。テスト、テスト。テスト、テスト。
请咱三甲来祈祷。天地听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即个地上世界，检测阮常常拄着的是问题，也有真侪事件点伫人的内面。此时主，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阮感谢你，是因为你的疼常常伫阮的中间。只要阮愿意将本身来交托你，将阮的一切放伫主你的顶面，你就要引带阮、祝福阮，互阮伫你面前所行所做，颠倒得到主你的祝福伫阮的内面。主，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主啊，阮早起也恳求你特别祝福你所赏赐的遮个员工，愿主一个一个甲因三甲伫地，欢喜施恩赐福，保守甲祝福，互因伫你的面前所着行、所要做、所应做的，拢通得到主你的祝福。主你的奴仆就将这件事来交托伫你，愿你就对头到尾。引带来施恩，来祝福，来祝福，互人拢伫主你面前得到主你的祝福。亲爱的主，这个时阵，阮要用神、用真心来恭敬你，求你施恩来祝福，互阮这个时阵的服侍甲敬拜，拢得到主你的恩来祝福伫阮的中间。阮也将阮遮的同学、朋友，拢总伫即个所在交托你，愿你互因的心也会通瓦解你、祝福你，来行你的路。阮就将今仔日所要做一切事工，拢得到主你对头到尾引带甲祝福。罗卜就将即个事安尼恭恭敬敬交托你，愿你就对头到尾引带甲祝福阮大家。阮将正放伫你的面前，阮安尼恳求甲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用恭敬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请来祷完成咱的心。生命。
要到伫时呢，求你倒转，为着你的奴仆来回心。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叫阮拄着患难的年，互阮欢喜。愿你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你的荣光对因的子孙显明。只是咱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就是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竟然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咱专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用你体谅台湾欠水的艰苦，雨水及时润泽这个都市，互阮暂时脱离无水的忧虑。恳求你继续恩待照顾阮未来的日子。世界目前面临疫情病毒的侵害，互死亡甲感染气氛遍布全球。虽然台湾也遭受这的苦难。但是你的稳定甲疼痛，互阮心上感觉上佳。阮恳求你怜悯人的软弱，也赦免阮过去所冒犯你的罪，或者疫情早日清除伫地球上。因疫情的影响，不时发生伤害人的事件，社会中有猜疑不安的现象，互各地方的领导者面临最大的挑战。亲爱的主，阮恳求。你伫这非常艰难的时期，保护遐个无惜性命危险、无眠无日，帮助照顾病人的医护人员，以及维护治安安全所付出的人拢平安。然后每一位人放下家己的身段，大家团结合作，政府的领导会共同度过这个苦痛的伤害。今早起感谢阮敬重的蔡长老来到你的殿前，要将伊对信仰的心得、甲圣经的真理，甲阮分享。蔡长老每日无用的公务，为百姓监督政府，替人民伸冤，求主保守伊身体勇健，享受伊有较多的智慧，来判断各种的事务，也无受歹人的伤害。虽然疫情的关系，互阮兄弟姊妹袂当全部来到你的殿前敬拜，只是求你的圣神做工，互阮每一位，无论伫倒落礼拜组织，拢会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也互阮所听的，毋是空空。我安尼恳求甲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是，请咱来看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4章27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用平安留伫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我伫互恁，毋是亲像世间伫互人的款。恁的心袂得白白，也袂得惊吓。这时，咱们来请蔡长老为咱证道。耶稣基督讲，我的平安留伫互恁，我所留互恁的，毋是像世间人的款。主耶稣基督所留互咱的，就是真正的平安。请三个来祈祷。我主呢，上帝，我真感谢你。虽然我无法度用实体伫遮做礼拜，总是我每一个人共款的心，伫遮三甲家庭做小祭坛，做小礼拜堂。只有聚会场所，大家连心起来，三甲来遮做礼拜。主求你照顾辛苦白天兄弟、中州兄、
郭先生、蔡云杰甲足济年老的兄弟，心灵抗议创伤的，做佢哋春秋热茶因，也班长互我真泡开我的心门。我们对来听你的话语，做佢哋圣神点伫我哋中间，互阮所讲出来每一句话，是照着上帝你的旨来行。我咱祈祷，我只要说叫做圣名来求，阿门。你们世上兄弟姊妹平安。我今日徛伫头前的时阵，是我感觉讲，伫后壁的时阵，敢若无啥清楚。我徛伫头前，较有看到。我伫口罩讲话无真清楚，总是互咱的长者讲，咱会当参考智慧，是遮尔的幸福，遮里值得咱谈学乐讲书。这个现在好消息，到底是什么才是？咱拭目以待。因为这个代志吼，都爱已经实现，咱才会当知。总是咱会惊遐未？会惊遐。这个惊遐是对今日开始，真早就开始。咱一个月前，咱伫法国的时阵开始迄个瘟疫大流行的时阵，法国这个医生就做一个敢若迄个鸟仔喙，哦，这个防护装，大家拢足紧张的啊！足紧张的中间，咱做这个防护装的时阵，就是行咱即阵咧看，咱拢即阵已经穿啊焦灼。咱甲讲安尼无问题是哦，医护人员足可怜的呢，迄衫穿落吼是热甲会惊人呢，佮袂当有冷气哦，因为惊感染。所以拢相对的，互咱的感觉真实的吼，因为即个麦克风关的，我看咱顶面讲好。安尼有较好吼，声听较有无？嘿，咱相对咱会感觉讲，咱每一个人其实在台湾是幸福的。咱的医护人员为着咱是无眠无日的打拼，咱觉得医护人员因唔敢对到因的厝啊，咱觉得咱这医护人员因为着这 COVID-19， 因去病院的中间，因规日流汗穿啊遮尔的重，才会衫脱来了后。伊敢毋敢对到因兜呢？伊惊对到因兜的时阵，会感染到因兜的人。为着安尼，伊搁家己去找一个旅馆住，偌久的生活，一日、2日、3日、4日，咱所看到咱的人类是真正是真正茫然，真正无助的人类。咱的人类到底应该安怎？总是免惊，主要守咱平安，总是免惊。咱所看到的时阵，咱的救命。大家讲疫苗当时要来，疫苗当时要来，是不是政府你甲阮动？哇，政府你阮疫苗啊！这批菜市要划价呢。你菜市咱讲要买菜就要买菜，啊，今日我钱互你，你钱就互我。今日有钱放伫咱的头前的时阵吼，那无一定要互你呢。所以讲，大家事啊足认真拍拼，啊，佫会使做，佫袂使讲。阮所听到足侪消息，是已经做得要成功啊，阮也嘛毋敢讲。但是，佮看到这个消息，佮叫无意。
咱足侪物件是，咱嘛知这用疫苗足重要，咱嘛足希望赶紧买到疫苗。总是这个疫苗，互咱有希望。咱开始看到台湾渐渐的希望。咱一个祈祷网，为着台湾欠水，迫切祈祷。当落雨迄一日，大家大清楚欢喜啦，落雨啦，落雨啦。上帝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咱欠水问题已经给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疫苗，疫苗你紧来啦，政府你就紧去买，你半中途就去甲买来，你用较侪钱去甲买。这是一个卖方的市场。那要卖你，还阁看人的目色的。你阁摕偌济钱，互你不一定卖你的。咱会当去买时还阁点啊偷啊买。疫苗会来卖，咱大家拭目以待。后礼拜开始，咱就足侪好消息，道要出来。台湾人，咱是不是存感恩的心？3.1大地震，咱对日本有200亿日币的奉献。总是时阵日本人，伊用实际行动甲你讲，我今日是共一条心。我所制出124万剂的 A 疫苗，我全部互你台湾，直接就互你台湾。无论机飞出来那一刹那，我的心超令人欢喜，足令人感动，真正的雪中送炭。咱看到台湾的经济，咱即阵的疫苗中间，咱也非常惊讶。咱有看到无？这是家人牙齿啦，因为我伫家人做5档的地方的院长，家人牙齿吼，迄阵刻呢，家人长到9月就是伫牙齿遐啦。你不管时去吼，暗时啊吼，暗时到足暗的，一直去了到暗时，你算啊到12点1点，你搁去坎仔顶，迄刻人啊，总是最近家人传一个相片互我看，甲我讲，你也要来洗牙齿啊吼，毋免烦恼的客人，真拢总无人啊，真拢总无人啊，你是因为生意受影响袂？会哦。台湾大多数的人，拢是做真基层的工课，小吃店关门，商店关门，夜市关门，所做每一样事的时阵，大家拢开始有咧惊吓死。连迄超商吼，本来拢足侪人坐伫遐，即马无人。咱拢用宅配，宅配已经坐啊到讲，安尼湘北的所在吼，我暂时无要收这个低温冷冻。咱开始惊吓经济受影响袂？会哦，咱会惊吓袂？会哦，咱看到晶圆店群聚感染，佮连伊这个公司有人确诊，咱会惊袂？咱台湾是靠出口的呢，咱的经济直接咧成长，这个成长是靠这个出口咧成长的。其实内面的生活，每一个大多数的人，即阵的生活是过了较歹。我做一个公务人员，我实是无资格通讲这个话，因为政府无我钱。总是我若特别看到这生意，这咧做小生意的人，我的心嘛足艰苦，一直祈祷上帝，我这疫情赶紧过，我这疫情赶紧过，我开早日咧恢复做迄生意的生机啊。总是看到另外一项，这个瘟疫哦，真做咱一个信仰的力量啊。伫这瘟疫中间，咱开始知影。咱安怎倚靠上帝？咱靠着祈祷，咱每一个祈祷是一个大力量。咱每一个祈祷中间，咱看到雨水落来；咱伫祈祷中间，咱看到疫苗落来；咱伫这个中间，看到每一个人心同心三同连啊。其实咱今日三个咧做礼拜，咱虽然会较看起无人，总是咱相信，咱每一个人伫线上的时阵是心结连做伙。那伫遮三感阿面，感谢主上帝，因为你互阮伫这疫情的中间，咱永远有平安；伫疫情的中间，咱永远心杀甲结连做伙，共同对付魔鬼所掠的这个COVID-19。咱每一个在想，只要咱倚靠主，主上帝派去使责赢、保护、安慰咱，你的心毋通搁再背叛。你的心毋能够再惊吓，只要倚靠主的时阵，你会当得到迄个平安。咱伫这疫情的中间，咱有看到主甲咱讲，凡事互道来，拢是要利益上帝，万事互相效力。咱每一个人互相体恤，
咱每场互相鼓励、互相效力，要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啊！咱每场咱互相帮赞啊！咱毋通是即个情形时阵开始，我就袂当去看你，安尼我就免做工课啊！我做一个中级的人，我即摆足轻松的啊！我就光挂即个名。我做一个干事，我做一个小组长，我做一个会议，我即摆加足轻松的，我连礼拜嘛免去。你会做更较济工课，规你的用你的脚头有规律逼切来祈祷，用你的来，用你的 Facebook， 用你的电话关心每一个会友。有一日是迄礼拜时阵，咱要看到上帝教会大大地的复兴，毋是因为咱咧线上礼拜，咱心开始直接溃散，咱应该要继续我们的心。我们先凝聚在一起，我们为了我们现在继续装备自己、准备自己，为了下一波的复兴，为了后一波的复兴，咱来大大来检讨家己。咱来看天国的文化是对对来，咱要看到咱即阵上帝互咱休困，上帝互咱休困，毋是讲互你倒落来食饱饭困饱食。上帝互咱休困，是要互咱敢若亲像安休节的观念，这个是安休月，可能不是一月尔，可能一月2月，互咱每一人安静，思想上帝话语，互咱每一人安静去关心别人，互咱每一人安静替别人祈祷，互咱每一人安静真真正正知影每一人心灵的需要，总比咱家己，甲上帝讲，就以撒讲。我要找见治罪啊！到迄时，咱好大讲，我伫遮抢找见我。那个一摆复兴，咱有准备好。当一摆复兴准备无好的时阵，像咱顶礼拜所讲的，迄10月16日中间，5个准备好，5个无准备好。你是要做迄个准备好的5个，还是要做无准备好的即个5个啊？咱所看到的时阵。看较早的传教者，咱定讲是马雅国医师，也是咱一直咧讲的是太平教会，和咱所去的这巴克的牧师。所以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梅干牧师。主当是3个人，因做教父城。巴克的牧师留在台南，梅干牧师伊讲安尼中部无人开发，伊甲咱特别医师2个3招去到中华的所在。迄个所在足偏僻的，当然较早的所在讲1户2栋3万角，所以中华所在是比2栋3万角，2栋是台湾府城，过来就是鹿港。迄鹿港迄个所在，苏东是用因迄个所在来讲是算老些个啊，因为讲迄个所在较有人，咱来传福音。啊，这梅干有即个牧师吼，咱台北牧师是无话无句，啊，点点啊为着病人足尽心的，将我祈祷到病时创立的啊。啊！这梅干牧师吼，英国人照你讲拢穿啊足飘撇的，好安尼穿甲年代穿西装足飘撇的人，咱拢讲梅干牧师是英国去者，一个英国人，一个伫英国摕着足特学，一个信学诶特位教学问的人，伊到台湾哦，伊足穿啊足破衫的啦。伊凊彩穿的就好啦，伊要融入这中华人的生活，啊，牵三角做伙，啊，逐日吼，啊，徛到街头，啊，讲上帝道理，啊，日头拄啊晒，啊，雨拄啊淋，啊，伊拄啊讲上帝道理吼。其实过一日，伊讲一冬的中间，足少人有当时一日连甲一个留落来甲听都无。韩国军啊，恁来悔改，来我讲。会解道理，互恁听，讲天国道理，互恁听，大家拢甲看咧，讲笑诶。啊，即个阿斗啊吼，头壳歹歹。啊，大家拢甲讲，哎呦，你一个英国人，你啊，互阮英国人足无自尊心诶。啊，穿甲安尼，甲普通人拢共款，啊，敢若去食咧，所以拢甲叫做英国去食。啊，伊嘛欢喜啊，不要紧，做去食不要紧，只要你若信主就好。当1898年，当着台湾迄大瘟疫。中华足侪人得着瘟疫，无人敢出来。伊嘛一个徛到街头，拄啊传福音，拄啊一个老伯仔过，讲梅牧师，伊阵定定拄啊听，伊阵讲一篇道理互听，对一人讲一篇道理，讲了甲讲，啊你要信主无？讲有啦，啊你都有说教会吼，我就是迄个教会长老啦。讲哎呦感谢主，讲有哦。
你毋通想讲你到遮咧讲道拢无人咧注意呢？足侪人拢有听到你讲道的道理呢，啊，拢有传出去呢，啊，开始咧说教会呢。哦，伊开始讲的时阵边啊，开始边啊迄个商店的头家出来讲，我伫遮听你一冬啊吼，我煞感觉讲你心主真正对。你看这个瘟疫的时阵吼，台湾要惊死。哎，你遮讲道所还带了足平安的啦。啊，隔壁商店人嘛来嘛讲，哎哟，迄个梅牧师啊，你还伫遮讲道还足平安的哦。哇，一个开始来，愈来愈侪人，愈侪人信主。做工一冬后到第一个人点都徛对头讲到尾，一冬。我想咱敢有这个能力？伊你讲徛到街头，我拄讲一冬，拢无人要插我，一冬后到一个人尔，拄徛讲到对头讲到尾。这是一个互咱会当真感动的事，为着主装备，为着主来做工。咱每一个人爱知，你要安怎对待人？咱每一个人知，用真正的关心咱每一个人。马丁路德，伊经过3遍的瘟疫，大拢计倒走。伊讲我现在要走，我就是要甲恁做伙。伊在讲瘟疫是上帝互人来净化咱的心，互咱心伫遮得到净化。咱想看嘛呢？最近倒撇子就是有传互咱一篇文章，伊讲互咱思想看嘛呢？这 COVID-19 哪来？咱的人类吼，糟蹋这个大地。互咱这大地吼，真正已经甲吞倒到济。咱的人类吼，带工业咧，迄个废气一直排放啦，排一堆啦，互咱感觉空气吼愈来愈歹啦。咱的人类吼，水乌袂用啦，互咱无水啦，咱欠水啊吼。咱伫咧COVID-19时，你发觉讲，喘气遮尔重要。所以讲，大家拢即种吼，讲拢爱训练，手甲起落。放开，看有回水来无？无这COVID-19讲，这叫什么快乐的缺氧。雄雄你无氧，全唔知去，全过身。我查某囝最近去买迄个血氧机，讲逐日拢爱叫我挂咧，多错，看有超过95无？我那还无超过95，你才紧张啊！咱拢发觉空气遮重要呢。你用呼吸器足侪钱的呢。是英国一个老爷爷。叫甲 COVID-19 讲重症甲救出来了，医生开单互伊，讲你用呼吸器要偌济钱，伊看到这个小刀枪哭出来。医生讲，老阿伯啊，你若无钱要紧吼，我用这个社会救济。伊讲毋是啦，我有钱啦，总是我毋知影讲吼，上帝互我空气，但是我数无钱的数遮久啦。我数8、9、10担我拢无付着钱，我今日带几日付这个钱？哎哟！我足对不起上帝，上帝互我水，我甲用我垃圾；上帝我空气，我甲用我无清气；上帝互我每一项的事的时阵，我都无去珍惜；上帝互我爱关心别人，我结果吼得病，我爱去用负压隔离呢。我煞甲人拢袂当接触，我当发觉讲甲人接触是偌甜蜜的代志。当我家己咧袂记得我家己的时阵，我都知影讲，上帝已经遮济恩于互我。最后一项，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是恩于哦，出人意外的平安。咱拢感觉讲这什么叫做新冠肺炎？新冠肺炎哪来？咱去看这 COVID-19 吼，你看这 COVID 敢像啥？像王光啦，敢若像国王的帽仔啦。感觉这好听，这敢若魔鬼相共，拢用一个外表，互你讲你是君王，结果内面惨毒。COVID-19是敢若一个君王的相，总是互咱知影讲，这个君王是爱啥物人做王？是爱耶稣做王啦。若无人魔鬼做王吼，就害了了。圣经内面有讲，一个人犯罪，咱亚当夏娃犯罪，这对带入到咱全世界。咱这个世界是有污染，咱有罪恶，咱有瘟疫，咱有妖恶，咱有饥荒，咱有地动，咱有真侪歹代志，直接来开始发生。总是上帝的一个人入入世界，主耶稣基督，伊带来稳定，互咱每一个心得着平安。伊带来稳定，互咱家己感觉讲，真正主耶稣带互咱平安，但是真正的平安。所以一个人会当带罪恶，
一个人嘛是咱带着稳定，你要选倒一项？你要选倒最后的，还是要选带着稳定的？所以咱每一个人爱思想，主要所基督的平安。迄个平安啊，毋是像世间人的款，咱咧讲平安，平安落来些是敢若喙叫呢。迄个平安是真正心内平安啦。所以基督甲你讲，你无伫惊世间人上款，意思是在毋免惊啦，无伫惊，无伫论啦。你毋免惊遐，因为主要所基督所赐的平安，毋是甲世间人的平安共款。你毋免恐惧，你免被迫，你们心里不要恐慌。主要所基督会赏赐你真真正正的平安。咱日日咧平安时阵，咱看清楚上帝到底互咱平安，到底是啥物？上帝要互咱平安，是互咱每一个人要正对上帝款式。咱来好好来思考，这几日中间，咱是毋是爱正对上帝款式？是像阿伦伫这破口的中间，伊无得惊，伊无得论，伊为着上帝甲人甲罪恶中间，伊做迄个中间者。伊伫遐用心咯，洁净所有的罪。咱每一个人嘛爱共款，咱的平安爱亲像阿伦共款。勇敢出来，毋通正对破口。咱伫教会嘛共款，伫教会生活时阵，毋通正对咱破口。咱爱互感觉，因为你好所行，我来相信主要所基督的听。因为你的好所行，我感觉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咱每一个人爱知，所谓平安是真正的平安。这伯啊吼，老王足庄脚的所在。足偏僻啊！因太太伫生第二查某囝的时阵难产来死，伊就安尼带即个当啊出世的婴仔，佮一个2岁查某囝，伊足疼即2个。自细汉安尼，虽然家境无好，伊是一个做事的尔，也辛苦苦甲抚养，啊嘛，互伊穿足好，啊食足好，啊这查某囝嘛足乖。伫大汉的10岁时阵。突然间有一个阿叔啊，一个外国人，啊走来因庄头啦，讲恁拢爱信耶稣啦，啊讲信耶稣有啥物好康诶？伊讲信耶稣吼有平安，啊讲我平安，啥叫做平安？伊讲即个平安无共款，即平安是互你真正变惊吓，心内得到安慰，足温暖的平安呢，毋是咧嘴讲的平安呢，甲你平安无共款呢。讲即个阿叔啊，阿叔讲的敢真诶？啊这阿叔就走，啊跟隔壁小弟。哦，查某囡仔叫伊叔叔，啊，就讲，这阿叔啊讲吼，世间上尾礼物就是平安，啊，无咱都有2个查某囝吼，一个叫做平平，啊，一个叫做安安，啊，2个斗下嘛叫做平安，好，逐日拢甲叫平安，好，互伊足平安足好。10岁时阵，这老王就去山顶吼，插树啊，做啥物树啊？做迄个乌树啊啦，乌迄个桃花苗。人讲吼，那10冬后吼，啊，树啊大丛会结花啦。伊讲阮查某囝做20岁嫁吼，啊若10冬后拄20岁啊。好，我安尼规个，阮兜虽然讲较散吼，啊迄个定林啦，啊路林啦，啊甲种桃花树，啊到迄阵啊桃花开开吼，啊我无啥嫁妆上嘛，互感觉咧风风光光来出嫁，平平安安，一对姊妹啊，足好读册，总是因为家境的关系，因迄个庄头到山骹嘛一个初中尔。若要搁读册，搁去到足远的内底的城市，现查某囝就甲因老爸讲：爸爸，莫啊啦，读到初中就好啊啦，莫搁读册啊啦。爸爸讲好啦，啊，无恁就住厝吼，不要紧，我做事就好，啊，恁住厝吼，看恁要做啥工课拢不要紧。哦，这查某囝嘛足乖，因爸爸去做事，伊拢住甲斗做、斗扣、斗用，好，莫人就来讲情啊。真正是10岁吼，啊，就大查某囝讲要结婚啦。老爸其实唔甘，一方面唔甘，啊，一方面嘛真欢喜，查某囝要结婚啊！哦，真正讲迄当要结婚迄当吼，哦，迄个桃花树吼，伫春天时阵咧开啊红光光啊，啊咧迎字的迎亲的队伍入来了，讲哦，啊头遮水的，啊规排啦，对因定林到规个路吼，拢桃花呢，桃花红红光光。哎，查某囝甲因爸爸讲：爸爸，你先过来，甲你鼓励下。
你讲袂啦，爸爸足欢喜的啦，爸爸足欢喜。你家己成年吼，拢免管我迄，有妹妹叫我做伴，啊，我有直接做实的，啊，隔壁嘛有阿叔咧，你拢免烦恼啊，免得来看我迄，你家己去遐好啊生活。查某囝离开，要离开去站台讲找无老爸啊，咪去后壁咧哭，大家拢找无老爸，查某囝点点啊来离开。离开了，查某囝足想老爸，就定来讲啊，我有闲就要倒来看老爸。因家人就讲对啦，有闲倒来看爸爸。啊，讲吼，城市生活足无闲的。我老久查某囝怀孕啦，生囡仔啦。因家人就讲平平啊，啊咱安尼吼结婚安尼同我拢无对厝里看爸爸，安尼嘛毋对呢。讲对啊，拢顾无闲，要紧等来甲公司请假，你拄啊做产假嘛。咱抱红的啊，带来互爸爸看。好，抱在厝里头行遮久，抱在到厝，爸爸抱着迄个囡仔，抱着目屎直直，哪会遮尔水啦？哪有遮尔水啦？这大查某囝看见爸爸咧抱囡仔迄个手势吼，脾气抱了较好啦。你去小小讲后影呢，从细嘛想阮爸爸甲我抱大汉的呢，好，手势遮水。查某囝一直流目屎，爸爸莫一直流目屎。哎呦，哪有遮水的囡仔？哪有遮水的囡仔啦？甲讲，毋通阁倒来看我哦。你遮无用的，即个囡仔好啊饲，你莫倒来看我。因对了后，因后爸每一个月拢抬鸡啊、鸡卵、菜，就捡一堆，辛辛苦苦行落山，坐种的车去到城市，逐个月拢去甲伊送鸡啊、送菜。因爸爸讲：爸爸卖啦，遮东都有通买啦。伊讲毋通，吼，身躯爱补，咱家己种的吼，较清气。咱家己种拢无农药。第二查某囝嘛嫁出去啊，伊原抱囡仔倒来，看着老爸抱囡仔迄个手势，他讲：啊，细汉就是阮老爸安尼抱大汉的。因阿爸幼原每一个月赶一大堆物件，摕互大查某囝，摕互二查某囝。有一日半暝，就半暝，还是足暗暝2、3点啊，有人咧弄门，大查某囝开开，阿爸，啊你是安怎半暝来？伊讲我倒因为坐尾班车，啊，搁爱无车，到恁市内都无车，我就用行路，啊行较久啦，歹势嘿。迄爸你面前大较歹啦，想要足歹，你紧入来坐来，讲歹啦，我要搁来二个遐咧，我要来安遐咧。这物件互你，鸡粒2只鸡啊，鸡足侪鸡卵的，鸡足侪菜，两个平遐重，才讲行偌久。因老爸讲：你进去困，你进去困。查某囝半暝叫起来2、3点，我头壳戆戆。伊讲这敢若做梦咧，还佫真正倒落去困。啊，倒落去困，讲会敢若真诶咧，还佫敢若做梦。因老爸佫强起伫查某囝遐，已经3、4点啦，弄门。昨日说爸。啊！你真正来，啊，讲到剩这些物件，啊，才互你迄，啊，身躯爱保好，爱顾好吼，恁拢爱平平安安就好诶。伊讲阮知啦，我知啦，爸，你入来困啊，入来坐来，讲毋免啦，我要倒来。讲爸，你入来啦，讲无啦，我要倒来啊。因老爸来离开，啊，这查某囝嘛是毋是半暝叫起来吼，啊，戆戆个倒咧，隔天伊想起来讲，这敢做梦？伊家因姊啊，两个住无真远，两个落电脑去找因姊啊，讲啊爸，昨暝我忘记爸昨暝来呢，啊透早讲啊真正有物件呢，伊讲哟，我嘛继续我做梦，啊真正有物件呢，啊爸真正来啦，爸咱半暝真正来啦，咱足久无对看呀呢，无咱两个小少7礼拜吼，咱拢请假，倒来看咱爸爸，对，两个。烧酒甲因翁做到厝的时阵吼，看到厝写一字松，松树的松，是安怎松？隔壁问阿叔，阿叔啊，阮爸是安怎？恁爸都顶礼拜去看医生，身躯无好，我日甲再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吼，已经得着癌症。啊！你敢真记你啊？医生讲无啦，拖伤久啊，可能吼一几日就会过身。叫恁爸出院，恁爸嘛讲唔好去，都无爱医啊。伊倒来厝里甲我讲，我住无久吼，
啊，无剩这鸡啊，我甲太太咧，啊，互遐菜鸡卵扣扣咧，菜种，这种的菜紧收收咧，我摕来互平平甲安安，啊，摕互因了，你拢甲讲，阵啊，我走的时阵莫通知因吼，你甲我代咧就好。因若倒来知影我过身会记一句话，恁这世人若平平安安像恁的命安尼就好。我上爱是恁的平安啊！结果两个查某囝看到，他无甲阮讲啦，他无甲阮讲。恁爸爸有交代呢，叫恁袂使哭，恁来生活较好咧，恁来有平平安安来过日子。你咪是来晓这？主耶稣基督嘛是为着你来牺牲生命呢。主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是平安呢，真正的平安。你有亲像老王安尼无？真正用疼，互伊的查某囝平平安安。你是毋是真正要互因得到平平安安？咱要将伫主的下面，虽然 COVID-19 互咱得到惊吓，总是你免惊，因为主耶稣基督要享受你真正的平安。恁心内无敌800跳上来祈祷。来，主，阮是上帝，阮真感谢你。你所享受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超过人所想的到。无惊世间人共款，你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我的心无敌800，我们不必恐惧，因为我们得到那真正的平安，真的平安降临在我们身上。求主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线上或者不在线上的兄弟姐妹们，保守台湾每个人，保守全世界每个人，在 COVID-19 肆虐之下，我们不必恐惧，我们只要仰望着主，我们只要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心中真正的平安。这种平安会让我们心理上不但有平安，而且会在学主的样式。等着 COVID-19 的危机解除之后，我们会为主而尽忠，奉主的差遣，装备自己，然后来成就另一波的大复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来吟诗，圣诗612首，景无好歹，变化无定。
要来公道。咱公道有几项的事件：第一，为疫情早日解除，求圣灵帮助咱得到安静听候，谦卑认罪悔改，恳求上主，让疫情早日解除。第二，疫情期间为必须外出的上班工课兄弟姊妹代祷，跪上帝保守出入平安。第三，为团契社区班代祷，求上主兴起较侪兄姐，互处疫情期间互相关怀代祷，也为福音使者，互团契社区班兄弟姊妹得到平安、喜乐甲安慰。第四，为身体欠满的兄姐，甲照顾因的亲人代祷，恳求上主同在扶持，行过这艰难的时刻。第五，为教会代祷，求圣灵感动，兄弟姊妹伫事工上会当同心合意，生活上会当彼此相听，会当为福音做见证。第六，以江宜阳同学伫高雄中正大学研究工课，甲未来申请到美国继续研究计划，有做引带保守代祷。第七，咱为两家吴振乡技术因全家，甲朱秀凤老师因全家的信仰、健康、学业起居工课等事项来代祷。天顶的主宰，阮的上帝，你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你创造阮，享受阮活命。在这疫情病毒环境下，阮拢无惊，因为阮有你做阮大家的保护者。阮亲像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衬，一人所袂话的上帝凡事拢会。我们常常称赞你的名。持守你的教示，成就阮生活的准证。你要带领阮闪避这灾难，为了甲平安安稳的生活。亲爱的主，在这患难的时，恳求你勉励阮，彼此相听关心，亲像一家人一样。为了出外求学、就业工课人祈求因平安。为了年老的有病痛的人代祷，求主亲自医治甲安慰伊心内忧闷欠缺的人。我们也为着我进行技术、朱上老师两个家庭，无论大小，拢得到你的祝福甲看顾。特别为着但丁老娘妈伊跋倒的伤痕，蔡文子。伊大家手术的伤口早日复原，为了事故先生高中州兄弟，因的身体健康日日有进步。阮也为了明仔载新的一日的开始，向你祈求，恳求你赏赐阳光、雨水，甲一切所需求的，互每一个人，当伫因所负担的工课上，尽本分做出有利的人，甲得到你。欢喜简单的事，也互执政领导团队克服种种挑战甲难关，带领台湾进入一个新的国度。我咱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咱的上行391首上行线，咱们请牧师来祝祷。
亲爱的主，阮伫你面前感谢你，因为阮知阮所住的这个世界，真青青、弯弯翘翘，总是主阮特别恳求你的，就是你伫阮的中间，时时刻刻甲阮相甲伫地，也愿你的疼时时甲阮相甲伫地，互阮时时日日。伫主你的面前是出是入，是所着做的，愿用光归伫你，也用你的光来祝福伫众人。对安尼，互阮大家得到伊特别甲阮伫地，祝福阮，祝福阮，安安稳稳伫你的面前，对即时起通得到用世代。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主祝福。这是有个补偿报告吼，因为咱疫情的关系，所有咱的礼拜，不管咱的礼拜方面，还是洗浴方面，还是各种的方面，咱拢无法度伫教会来举行。财务部望咱的兄弟姊妹会用到银行的转销，会当伫富邦银行，还是倒去邮局遐拢会当来转销。因为早时啊，你若较早去的时阵，银行的人员较少吼，所以处理可能较安全。过来有时用 ATM 来做的时阵吼，是惊咱年八价的人，伊可能较无法度。但是咱望讲每一个兄弟姊妹，有若为了方面的代志，来关心来倒。过来就是咱等一下，吼，咱主了这礼拜，请恁搁坐伫恁家己厝内位，因为咱要用视讯去拜访倒笔记指示，甲原去用张罗因的厝，请咱会当伫咱的厝来看。各位平安。这时，咱要来举行线上的会友的关怀甲探访。我想，伫这疫情的当中，除了咱头拄做伙伫线顶来礼拜以外，咱伫会友的之间，虽然咱疫情状况无法度出去外口，但是我希望透过这个线顶的会友的关怀活动，互咱伫咱线顶底看
主日礼拜和所有会友会当去关心伫咱厝里所有的会友。所以伫咱今日首先要来关心的会友是咱的卓碧珠执事。我想大家知，卓碧珠执事的话，最近他的儿子中州最近有病痛，所以说咱小等的咱蔡长老甲叶长老甲咱牧师要带领带来，咱来做伙来甲卓碧珠执事做视讯的那个探访。那荧幕的话，基本上都会在我们的那个画面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好，大家会有可以一起来观赏。哎，好，哎，中秋兄，哎，撇主席，我把它切过来哈。好，大家会当看到哈。哎，撇主席，左边听得到没？撇主席，听袂到吼？撇主席，看到也刚刚。罗执事，哎，周周兄，嘿，嘿，嘿嘿，哎，你大家好无？平安哦。平安。哎，啊，你要讲几句互阮听？或者你讲话啊？嘿。你听得到没？平安。哎，啊，中秋兄即摆安怎？我互你听。他叫你讲。讲话啊。较好啊。拢好啊，哦，感谢主，感谢主。哦，你讲得足清楚的安尼，讲话很清楚啊。身体还好哈。还可以跳舞嘞。哦，还去跳舞哦！哦，在家跳给你们听，那现在要不要跳舞给我们看？真好，真好，真好，感谢主哈！嘿，嘿，我会继续替你祈祷，哈，替撇主这规个家庭祈祷。嘿，长州啊，平安哦，爱好好保养家己的身体哦，吼，上帝照顾你，平安。贝如你在吗？贝如给露个脸让我们看一下。许贝如，佩如，我们师班也休息太久了，我们是不是来筹备一下那个线上的那个周主日的那个献诗礼拜，用线上的方式，好不好？我们私底下再来联络一下，我们看怎么。那你要不要先唱一首歌给我们听？啊，许爸嘞，许爸大书法家嘞，在这里啊。大书法家，大书法家。贝如在这。你爸爸啦，我都看你啊啦，你爸爸啦。嘿，啊，佑利在吗？哦，好。佑利在这还点名。哎，佑利唱歌很好听，佑利要不要唱一首歌给我们听？哦，对，大书法家，大书法家好，大书法家好，嘿，大书法家呢？哎，太好。那贺平安，好，贺平安。那我们想请一下卓执事哈，卓执事，撇主席嘛，嘿。我们要靠主平安。有看到吗？有看到吗？倒计数有看到无？撇主席，嘿，好，直接嘿来撇主席来，嘿。许妈，麻烦你讲几句话。撇主席讲一个话咧。好，感谢主。就好。现在会看到。谁？恭维。你恭维出来啊？我紧，我知，大家拢知，你真感动，嘿。
阿免阿免，即是咱请咱蔡长老是毋是带大家来为着咱左妈妈徐妈妈的规家来祈祷？迄个，咱咧为着靠教吼，徐爸爸啊，徐妈妈、中秋兄，大家人三角来祈祷，好无？吼，咱三角来祈祷，请咱目睭闭起，三角来祈祷。望来做阮的上帝，阮真感谢你。阮看到中秋兄完全恢复健康，主，阮感谢你。主，求你继续照顾伊，身躯愈来愈勇健，头脑愈来愈聪明，所有做一切代志愈来愈顺利。主，求你帮助照顾撇除做这个家庭，照顾许爸爸，照顾幼丽，照顾贝如，互伫上帝面前得到上帝你大大恩典。因所做所行，所有拢有上帝你派天使夜杂保护因。阮将所有恩典祝福，主恳求你将你的疼灌压伫这个家庭，敢若油滴满因全家，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徐妈妈平安，大家祝福你吼。咱今日的探访到这，来去再见。再相逢，再相逢咧。此时咱要来做咱今日线顶会友的探访的第二个家庭，就是咱严长老的家庭。是我要来用哪个方式来严长老遐做联络？科技发达，这早时间拢无多。Hello。嗨。无？严长老，看得到阮的，会听到阮的声无？有看到吗？但是我都看到你的迄个图有即下有，焦距无啥准，原来有。平安平安平安。我。严长老讲几句话吧。3礼拜无看到，将近3年嘞。三礼拜无看到，将近3年嘞。做新闻大家平安啦，真正足感谢。李老师啊，蔡长老、叶长老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啊，因迄人迄个啥物人？因慧文啊，佫2个小姐，吼。一方。哦。较暗啦，因那较暗呢，吼。还有一个施恩。施恩哦，施恩离啊。施恩，嘿。那个严长老，您现在处理遐附近状况还好吧？你们那边好像也是重灾区，在大同区。因迄个下面北路遐，下遐，较无艋舺严重，艋舺较严重。对了，阮遮是还好啦，407，407还好啦，因下遐个好。大家叶长老。叶长老，咱大家来祈祷来，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一时看见叶长老因全家平安伫伊的厝来组织敬拜你。主俺感谢你，虽然疫情遍布伫这世求做你甲阮同在，啊保守因出外拢得到平安。特别是叶长老，伊伫遐远的所在去上班，每日啊奔波走动。
求主你保守伊安全，啊，恳求你，互因的囝儿、伊的太太，拢出外得到平安。阮将阮未来的日子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你特别恩待照顾。我咱的恳求、感谢，拢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谢谢啊，平安啦，平哎安。哦，咱今日切起来，咱要结束咱今日的探访。哦，平安。阿妹，谢谢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好朋友，我想头拄啊，大家拢有咱看到，虽然咱每一个会友即马拢伫厝里，人的部分当然咱即马伫教会，虽然咱的人是伫各所在，但是我相信咱的心拢做伙。甲咱即马迄个跑point的顶头会讲的，咱要同心，咱要做伙。虽然疫情是安尼，但是咱阁要做伙同心来建造咱的教会。即是咱要结束咱今日所有的聚会活动，啊，希望后礼拜相共即个时间10点，大家各人组织来到遮做伙敬拜。咱要结束咱今日的敬拜。